住宿命重遇你一次。難道故事終結早已注定，無法制止？其實我不理一切挑戰，拼命時攀險峰千次萬次，沿路滿地報着字，也沒有在意。即使傷過無數次，仍會願意。最初漆黑裏緊張的碰撞，雷電重擊在一刻交錯，不安神情驚慌，幻覺驚嘆彷徨。然後某刻靜默是簡單的對望，然後發展逐漸的交往，兇險齊來抵擋，還會給我護航。眾路途滿是困阻，問題或變化不再可怕。去吧，難道我可以扭轉宿命，重遇你一次？難道故事終結早已注定，無法制止？其實我不理一切挑戰，拼命時攀險峰千次萬次，沿路滿地報着字，也沒有在意。即使傷過無數次，仍會願意。不怕跌入恐怖漩渦，不懼不累就憑團火，哪怕這是禍，滴血都不會痛，未怕跌撞破界限，問誰能阻？你是我活着的希望，盼望有日會回到最初。生命為何終結？我的生命如像那輕煙轉眼瞬間，問為何失去？嘆息生命如同茫茫路，誰明白真正要為何事死？誰明白真正會是何樣？我心力竭，我心疲乏，但沒法平靜，在轉圈不斷。為何終結？我的生命如像那輕煙轉眼瞬間，問為何失去？嘆息生命。石器亮喺1973年3月11日生於香港。我同我細妹同我細佬就喺靈木樹村度長大。細佬出世嘅時候好得意，眼大大，成日喺度笑。我哋都叫有個花名叫佢做阿 B。我哋由細到大嘅。
釋佢地上嘅勞苦，亦願地上嘅親人可以有你嘅安慰，並且有你嘅賜福。願上帝與我哋同在，我哋咁樣嘅禱告奉耶穌基督嘅名。阿門。